大家好，我是嘉辉老师，今日要来讲台语教育大世代。咱来先讨论台语老师分类。台语老师分做三种，一种是正式老师，一种是代理代课老师，佮另外一种呢是语文教师。你会讲这三种有啥物无共呢？大家拢知影，正式的台语老师。安尼，我就来讲代理代课甲语文教师。首先来讲，代理是食话仔，代课甲语文教师是算点钟的费用。差伫倒呢？差伫语文教师有交通费的补助，一学期补助2000块。若是兼国校甲国中两间，就会补助3000块。毋过即马要推广母语即块的教学的资源，所以有可能未来会阁愈悬。安尼伫教育现场，老师想要分享一寡代志，咱来豆豆讲哦。其实教育现场无得分，你是正式的，也是代理代课，也是语文教师，只要你的用心，互学生感受到，你就是好老师。安尼是要安怎教呢？我要来分享一寡老师的经验互你哦。来是上课的气氛。台语教育大海台湾系教授讲过，囡仔要爱上你的台语课，就爱先喜欢你即个老师，才会喜欢你的课程，才会想要好啊上课哦。譬如讲，老师爱先定好规矩，上课讲钟了，爱2分钟以内转来教室。若无遵守规则的，可能就老师扣分，也是做记录画册啊。来，就是上课爱有礼貌，要讲话之前，就爱先举手。这规则拢爱讲好势，也无就算讲对，歹势我可能嘛袂甲你加分。讲毋对，一定是嘛是无加分的嘛吼。若是要加分，老师会安怎？用啥物方法？会选有专心上课的囡仔，所以咱会当用即步来吸引囡仔专注的即个态度。伊若是认真，你选伊加分，伊会阁愈想要认真；无乖，伊想要加分的，伊自然伊就会改变伊家己。当然，毋是每一个囡仔拢遐尔乖乖啊，坐伫教室听你教课，有当时嘛会撞着一寡较古怪的囡仔。毋过老师今日无法度分享遮，所以我分享一寡小项的代志，互你知，好无吼？若是表现无好呢，老师可能会扣分。安尼说明你的扣分原则啊。譬如讲，头拄老师有讲过，讲话无举手的，也是老师即摆在讲最重要的代志。你竟然讲话，老师有讲过即个规则啊。安尼可能我会甲你拍册啊，做记号，也是扣分。若毋是介严重呢，你会当先甲伊警告，互一个警告。伊若是表示嘛是真乖囡仔，只不过有当时啊袂记你的标准，你会当小可警告一下。像提醒你讲，搁警告第2遍，我就要甲你记录啊哦。会当安尼提醒学生。若是伤糟蹋的呢，你会当讲，安尼等下好康的，你就无分啊吼。我感觉即步是袂歹啦，毋过老师爱家己做一个完整的说明，家己订立一套家己完整的教育的方法，甲即个上课的方法咯。来要讲做台语老师的能力，第一，国校3年仔开始就爱教台语罗马语。罗马语的能力自3年仔就要开始拍基础，所以老师的罗马语能力一定爱有哦。第二，爱会晓编写补充台语的教材，譬如讲台语诗、囡仔诗、台语散文、故事类的，你会当家己选择看
伊要补充啥物教材，有当时啊课本是死板的，伊会当用你另外的方式来教遮个囡仔，互伊感觉讲台语课真趣味，会当学诚侪物件，阁会当听老师讲故事，哇，安尼伊一定足想要听，对无？啊，阁有呢，老师，你一定爱增加家己的能力，加听甲加读一寡文学的册，吼，台语文学的册足重要诶。即马网络足侪，老师未来嘛会出一本小说，所以希望讲，若是有机会，你会当先去你老师的部落格，会当先翻开看觅。吼，会当先追踪我的部落格，我拢会无定时的放我的文章，甲我教育的心情起哩。啊，即个连接我会放诶即个影片下骹，吼，大家来做伙学台文、写台文，搁学教育、家己的教育，我感觉最重要诶。吼，啊，搁有即个班级的经营，嘛爱学会晓，吼，像头拄老师分享诶，遐，吼，最重要哦。好，安尼嘉辉老师就小解到遮，欢迎大家收听。